各位大家好，首先非常之多謝大家有興趣入嚟聽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呢，今日係第一集，咁我要講清楚，我冇需要 Patron，亦冇需要 Super Fans，因為呢，我本身係一個接近70歲嘅退休長者，而家生活上呢，都冇乜壓力，因為我個生活好淡薄嘅啫，仔女又大晒，所以好輕鬆嘅生活，所以我無需要大家金錢上嘅支持。咁我要簡單解釋一下呢個節目出現嘅原因，就係早幾日咧，我聽到阿趙博好似有2集添，係講到話福老人或者學老人認潮州呢樣嘢。咁以我嘅認識咧，我就覺得佢所講嘅內容咧係有不足嘅地方，咁我就想補充一下啦。就首先我要自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咧就本身就係海豐人，亦即係趙博所講嘅學老人嘅一種。咁學老人係點樣組成嘅咧？稍後我再簡單講講。而我個人本身嘅簡單嘅介紹就係，我曾經都係香港某非常之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嘅一個客席主持。北京大學都同我出過書，中國社會科學院都發表過我嘅文章，而我亦都曾經係通過北京大學嘅相關嘅研究單位咧，係就住香港嘅管治問題向國務院提交一啲建議。咁唔係我個人嘅名義，係嗰個研究所整體嘅智慧。咁不過我其中一份子啫。好啦，咁我唔想講太多我呢啲個人嘅簡歷，免得大家覺得我好似喺度 sell 自己。因為我已經退咗休咧，冇需要再揾工作噶啦。OK，嗱，咁入正題啦。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學老呢個歷史淵源啦。其實咧，點解會有人誤解我哋海陸豐人或者學老人會認潮州咧？即係阿趙博所強調嗰樣嘢咧。嗱，其實一直咧就喺海陸豐人嚟講咧，係冇好明顯呢一種咁嘅概念嘅。我哋冇話一定去認潮州嘅，而事實上咧，喺我由細到大嘅生活當中咧，喺我身邊嘅隔離鄰舍都唔少潮州人。有澄海㗎啦，有潮陽㗎啦，有揭陽㗎啦，有饒平㗎啦，有普寧㗎啦，潮安㗎啦，大家都好和洽相處嘅，甚至對我哋父母相當尊重嘅，即係叫我爸爸呢做大佬姐，即係大佬叔；叫我阿媽呢叫大佬先，即係大佬嬸，即係。嗰種大佬唔係講黑社會嗰種，係即係尊重我哋嘅咁樣嘅。咁嗱，講翻咧，其實海豐縣啊，係漢武帝元鼎3年已經正式設立一個行政級別，叫海豐縣，直到而家都冇改過名嘅。OK，咁當時嘅海豐縣咧，當然包括埋陸豐嘅範圍啦。咁後來因為人越嚟越多啊，就變咗咧，就一個縣變咗2個縣，但係都係歸入於喺即係海陸豐呢個範圍。咁直至到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咧，因為我哋潮汕地區嘅人啊，包括潮州咁多個縣啦，同埋海豐、陸豐2個縣嘅人，大家講嘢啊、生活習慣啊，甚至一啲文化都好相似嘅。譬如我哋都有盂蘭勝會啦，我哋都係中意飲茶啦，我哋都係中意食海鮮魚生啦，諸如此類嗰啲咁，同埋講嘅嘢咧，大家講得通嘅。咁即係好似譬如廣州人講廣府話，同埋中山人講廣府話，音係有啲唔同，大家聽得明。咁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咧，就將呢一大片地區，即係包括潮州。
cover 嗰咁多個縣，加埋海豐、陸豐呢兩個縣，就劃成一個行政單位，叫做潮汕地區。咁自此之後咧，我哋呢一紮人啊，即係學佬加潮州咧，都被稱為潮汕人，係咁樣嚟嘅，就唔係我哋去認潮州嘅。OK，即係站在我哋嘅角度咧，冇咩叫認唔認嘅，大家和睦相處嘅啫嘛，係咪？互相尊重嘅。咁到到最後唔係最後啦嚇，到葉選平做廣東省長嘅時候咧，當時嘅省委書記叫謝飛，佢就係學佬人嚟嘅。省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咧，中國政治上嘅地位咧係相當高嘅，係政治局委員之一，25個政治局委員之一，再上就係7個常委啦，等於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中國共產黨嘅最高層嘅管理成員嚟嘅。咁而謝飛咧，佢係學佬人，佢就想咧就將海豐、陸豐咧就成立一個市，一個地級嘅市，即係等同於汕頭市。咁但係海豐、陸豐兩個縣唔夠地方大啊嘛，同埋唔夠人口啊嘛，要成為一個地級市嘅話，所以咧佢就喺嗰個河源縣嗰度，靠近海陸豐呢一邊，劃咗一大片地，成立一個新嘅縣叫陸河縣，就將呢個陸河縣咧歸納埋入嚟，變咗成立咗個汕尾市。汕尾市咧就管呢3個縣。咁自此之後咧，汕頭市就係汕頭市，汕尾市就係汕尾市。咁呢個純粹係行政上嘅區分啫。其實喺民間生活上咧，我哋海陸豐人同埋潮州人咧，其實大家好融通嘅，即係包括結婚啊，潮州嫁學佬，學佬嫁潮州啊，都好多好多嘅。OK，咁就其實即係喺我哋心目中咧，冇啲咁樣嘅什麼邊個認邊個嗰啲咁嘅嘢。咁我唔知點解趙博咁有興趣專門攞呢個題目嚟講啦。咁但係既然佢講啦，咁我亦都想將我所知嘅嘢講俾大家聽，作為一種興趣啦，或者係茶餘飯後嘅一種即係傾偈嘅話題啦。OK，因為其實潮州人加海學佬人咧，香港真係佔嘅人口比例真係唔少，係好多好多好多嘅啊。咁所以咧，即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作為一種 culture 嘅探討又好，興趣嘅話題又好，即係了解下都好嘅。作為一個香港人，OK，就講翻頭先啊，就阿趙博嗰度佢講，即係話係嗰啲佢提到啦，幾個團體啦、社團啦，譬如福義興啊、新義安啊嗰啲啊，最初都係潮州人搞嘅，後尾就海豐人咧就攞咗嚟用咁樣。嗱呢一度咧其實佢唔知清唔清楚。冇錯，當年咧，譬如福義興咁樣嚇，的而且確最初係由福建人成立嘅。義安我就唔敢肯定係咪最初係由潮州人成立，因為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冇咩潮州學佬嘅。OK，就亦都唔係話想去認啊，咁冇必要咁認咗學潮州人啦，咁咪點啫？唔通會發達咩？啱唔啱啊？嚇，講實力㗎嘛，呢個世界無論你喺學術啊、喺政治啊、喺商界啊，係咪？你係講實力㗎嘛，唔係話我潮州人咁就即係高人一等㗎嘛，冇呢回事。咁就佢講嗰啲福義興同埋新義安，最初就唔係學佬人嘅，係福建人，係潮州人搞，後來就俾學佬人攞咗去用。咁呢樣嘢咧，其實佢係有啲唔理解嘅，因為咧其實唔係學佬人攞咗嚟用，而係佢自己都有講啦，即係1911年嘅時候，港英政府做嘅人口統計，學佬話係第3大語言嚟㗎嘛，喺香港。咁即係人多啦，咁人多啦，咁你福義興又好，
你義安又好。咁你既然有一個團體、一個社團、一個組織，你梗係希望人強馬壯，越多人越好噶嘛。咁一路咁樣都有好多所謂學老人加入咯，最後學老人變咗大多數，同埋學老人做嘢都係好拼搏，好盡職盡責啊！講得難聽啲，你係黑社會嘅話咧，劈友佢劈到盡嘅，係嘛？如果係一啲做出賣勞力嘅工作，做咕喱啦嚇，人哋孭一包米，學老人係孭兩包嘅，咁你自然就整整下咧，就大家都心服口服，變咗由學老人去領導嘅啫，就唔係話學老人攞咗嚟用。咁呢樣嘢希望阿趙博咧再做多啲少少研究啦。啊，我唔敢講我係博士，不過頭先我都簡單介紹過我自己一啲好簡單嘅 CV 啦。啊，咁就我亦都係中國某頂尖大學嘅教授級研究員咧，亦都係香港某一般大學嘅客席教授。我所指一般咧，就唔係話佢差，係相比中國嗰個頂尖大學咧，佢係屬於二級、三級啦咁樣。咁而我呢啲咧，全部都係當時啲大學印埋卡片俾我用嘅，唔係得個噏字嗰隻嚟嘅。OK，係即係有啲卡片我而家仲有留低喺度。咁即係話咧，如果講學術上嘅造詣咧，我唔敢講我會叻過趙博，但係我相信都應該可以同佢平起平坐討論一下嘅。阿趙博話咧，即係學老人要認潮州人咧，係因為潮州人有錢，亦都文化比較好啲，咁即係認咗潮州人咧就形象好啲咁樣。嗱，我絕對認同潮州人有錢，潮州人有文化，我認同。當然，潮州亦都好多窮人，潮州人裏邊亦都好多窮人，亦都好多冇文化嘅人。但係整體印象冇錯，潮州人係有錢同埋有文化。咁好簡單啫，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都係潮州人，係嘛？咁邊個敢話潮州人冇錢呢？咁但係咁唔代表學老人冇錢喎。只不過咧，學老人咧就好多時咧就唔中意 high profile 啊。佢哋咧就即係有錢咧，最好冇人知嚇。咁如果大家身邊有學老人朋友咧，你不妨去了解下，即係億萬富豪裏邊咧都有唔少係學老人嚟嘅。不過佢哋都唔出聲咁解嘅啫。同埋相比之下，梗係唔及阿李生啦。邊個及得李生？佢係首富，就算唔好講學老人，係嘛？其他四大家族有邊個喺香港係可以及得李生？即使阿馬雲，係嘛？即使阿馬化騰，佢敢唔敢話佢超越阿李生咧？係嘛？咁馬化騰都係潮州人，咁冇錯，趙博呢一點係正確嘅。但係咁唔代表因為咁學老人就要去認潮州人咯。至於你話我哋學老人係咪冇文化咧？咁嗱，我就唔好講啦，我小人物。頭先我都講過我個 CV，咁我唔認為我自己係冇文化嘅人咯。嗱，咁唔好淨係講我個人啦。嗱，舉翻歷史上學老人喺歷史上有名嘅嚇，就講近代啦，都有三個啦。第一就係支持孫中山搞革命，最後因為政見不同而被孫中山叫做稱佢為叛徒。事實上佢就只不過同孫中山政見不同啫。呢個陳炯明啦，佢係廣東省嘅都督，佢當時喺廣東省，同埋佢係中華民國陸軍司令。佢當時喺廣東省管治嘅時候，口碑非常之好嘅，有歷史見證嘅呢啲。佢個墓誌銘係章太炎同佢寫嘅，而家喺惠州佢個墓碑，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章太炎呢個國學大師點樣去
稱頌佢。OK，呢個人當時同孫中山係平起平坐嘅，佢就係我哋海豐人。第二個講到文化藝術，中央音樂學院嘅創辦人馬師聰，亦係我哋海豐人。啊，佢當時係周恩來總理親自請佢去組建中央音樂學院。咁我想問下趙博，呢啲人係咪冇文化呢？呢啲人係咪喺你眼中認為冇文化嘅人呢？啊，咁使唔使去認潮州人呢？好啦，講到第三個都幾有爭議，但係喺中國共產黨嚟講係一直都推崇尊重佢嘅，就係彭湃。啊，毛澤東呢稱頌佢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因為中國共產黨大家都明白係因為搞農民革命起家嘅，而帶先河嘅就係呢個彭湃。你唔好以為呢個彭湃佢搞農民運動佢就係農民喎，佢係早稻田大學畢業嘅高材生嚟嘅喎。而家早稻田大學裏邊嘅歷史資料館仲有佢個名喺度嘅喎。啊，咁你諗下當年嘅社會可以去日本帶埋留聲機，即係放唱片嗰啲啊，去留學嘅人會唔會窮人呢？係咪？佢翻嚟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所謂蘇維埃政權喺中國就係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當時好多其他國家嘅共產黨嘅人都去海陸豐參觀學習，包括越共嘅領導人胡志明。咁呢個彭湃，你話佢係咪一個值得推崇嘅人？大家有爭議，但係佢所做嘅成果係歷史上一個成果嚟㗎嘛？啊，咁唔知阿趙博知唔知呢啲嘢？啊，嗱，當年咧，阿陶傑曾經都對海陸豐人有啲誤會嘅。咁後來我同佢討論過之後，佢知道原來有咁多嘢佢唔識嘅，所以佢而家都對我哋好尊重嘅。咁啊，再講翻啊，香港人大家應該如果中意音樂，特別係中樂嘅人都知道，香港有個政府全資資助嘅叫香港中樂團，即係等西樂就香港管弦樂團啦，嚇，話劇就香港話劇社啦，呢啲係政府全資資助。佢嘅第一任嘅總監同埋一直到佢離世嘅指揮吳大江都係海豐人。咁啊，趙博你又知唔知咧？啊，咁所以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其實有冇意義咧？分呢啲咩學佬認潮州乜乜乜，我唔覺得有咩大意義咯，係咪？如果講邊個叻啲，邊個威啲，係講個人嘅能力同埋努力噶嘛，唔係話答咗潮州人嗰三個字就高人一等噶嘛，答咗學佬人嗰三個字就低人一等噶嘛，啱唔啱啊？趙博啊，咁冇錯，學佬人咧俾人哋嘅印象係比較好似兇狠啲，咁事實上學佬人嘅性格係比較剛烈嘅啊，所以先至有一句叫做天上雷公，地上就海陸豐啊嘛。其實呢句説話並不是話海陸豐人咧就好惡死，而係話咧海陸豐人嘅性格咧就剛正不阿啊，震懾邪惡。如果係唔公道嘅嘢咧，海陸豐人係唔會忍讓嘅，所以先至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呢一句咁通俗嘅有押韻嘅口頭禪，亦都係呢個節目點解叫天上雷公嘅原因。OK，仲有歷史上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宋皇臺，即係話曾經宋帝昺係嚟喺香港住過一排，先至再走去新會嘅崖山，最後跳海嘅。咁當時喺海豐，佢嚟香港之前就喺海豐逃避援兵，喺海豐嗰度都居住過一段時間。最後係由一大批海陸豐人護送佢嚟香港嘅。所以點解香港會咁多海陸豐人呢？其實一早之前喺宋朝嗰時，一大批嘅武將、官兵、民間嘅勇士護住宋帝昺嚟噶嘛。咁唔係點解九龍城會有條福佬村道呢？福佬村咪即係學佬村咯。根本當時就喺嗰度有一條學佬村，佢哋最重要就係要保衛宋帝昺。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回應阿趙博，講一講即係我哋海陸豐人或者學佬人咁多年嚟所受嘅委屈啊！好多人對我哋嘅偏見啊！你話喂，海陸豐人有黑社會喎，有葉繼歡喎，有全部都係衰人嚟個女落喎，咁係嘛？咁係咪潮州人就冇衰人嘅咧？潮州人三個字代表好人，全部都係好人，冇衰人嘅，係咪咁咧？咁海陸豐人呢三個字係咪代表全部都係衰人嚟嘅咧？冇好人嘅咧？係咪？仲有趙博，我諗我年紀就大過你嘅。其實咧，我哋作為一個搞學術嘅人咧，有啲嘢咧就可以胸襟廣闊啲好啲嘅，冇乜所謂咩人，我哋大家都係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出世嘅。你都話啦，你太太都唔知佢嘅籍貫係咩咧，係嘛？咁再加埋今天嘅社會同我哋細個我50後。我哋細個嗰時嘅社會好多即係所謂啲不同嘅幫派爭地盤啊嗰啲咁嘅嘢，可能咧你係咩人，我係咩人，你係潮州人，我係東莞人，乜人物人咧，大家之間可能有啲利益嘅矛盾，但係今天已經唔係啦嘛。咁我覺得冇必要咁樣分咯。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如果你有你嘅見解，又想再同我討論，我都好歡迎嘅。咁至於各位觀眾，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即係用個 YouTube 嚟講呢啲嘢，因為我唔識個趙博，我唔知點樣去回應，點樣去直接同佢傾啊。唯有用個 YouTube 啦。咁但係如果你大家聽完之後，已經覺得因為原來有咁多呢啲我哋即係原來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好似好近，但係原來你後邊有咁多古仔，你哋有興趣聽嘅，我都樂意即係講多啲啦。即係簡單啲，譬如福佬村道，咁大家有冇人諗過其實係同學佬人有關嘅咧？同學佬人有關嘅村嚟嘅咧？咁再講翻一個歷史人物文天祥，大家都知道佢最後係俾援兵捉咗，然後經過香港過零丁洋啊嘛。佢有首好出名嘅詩係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啊嘛。咁叫咩叫過零丁洋咧？零丁洋咪就係大嶼山對開嗰度咯。佢當時係經過香港，俾人壓翻上去北京，壓翻上廣州，再上北京噶嘛。咁佢點解會經香港咧？就係佢喺海豐俾人拉噶嘛，俾援兵捉到噶嘛。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海豐海城，而家有文天祥公園噶嘛，就係佢當時喺嗰度俾援兵拉嗰 exactly 嗰個位置。我哋讀中學嘅時候讀文天祥都讀過，佢有一個叫荒範亭記。咩叫荒範亭記咧？就係啱啱想食飯就俾援兵發現。咁佢喺被拉之前寫最後嗰首詩，之後就係過零丁洋嗰首啦。嗱，呢啲海陸豐嘅歷史，大家可能都唔知道，係咪？咁趁今次機會同大家分享下咯。咁多謝大家嘅時間。趙博，如果你有興趣同我討論，歡迎大家討論下。
可能我都有啲嘢要向你請教噶嘛。容許我再補充少少。啊，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點解唔係講誒海陸豐人惡死，而係講海陸豐人剛正不阿啊嘅震懾邪惡咧？大家都開口埋口都即係有啲人做得好差咧，冇句符咧都話你遲早俾雷劈你嘅，咁係咪咁啊？大家都有呢句説話。點解要揾雷劈咧？就係真係冇對嗰啲人冇符啦，唯有叫雷公劈佢啦咁。咁所以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係有呢個咁嘅隱意喺度嘅。再講翻你話海豐人嘅一啲有代表性嘅人物都可以補充下嘅，有好多大家都熟悉嘅，譬如徐克大導演啦，港姐李珊珊啦，等等啦，好多嘅，即係唔想喺度數咁多。同埋喺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第一個女空軍飛行員又係海豐人，叫李夏卿啊。佢亦都係上海嘅演員，好靚女嘅。佢去三藩市揸住架粉紅色嘅螺旋槳飛機做空中飛行表演，籌款抗日。呢啲全部嘅歷史揾得翻。阿趙博，你得閒揾揾啦，好嘛？OK。仲有大家可能都唔知，我哋中國嘅核潛艇就係由兩個海豐人發展出嚟嘅。核動力嗰部分呢，係一個叫中國核動力之父彭士祿，佢亦都係頭先提過澎湃嘅長子，佢就負責發展核潛艇嘅動力。另外一個叫黃應華，佢就負責設計核潛艇嗰個艇身。就係由呢兩個海豐人攜手合作發展我哋第一代嘅中國核潛艇。咁阿趙博，呢啲成果可唔可以媲美？譬如阿李生，佢係經營之神，彭士祿同黃應華，佢當然冇咁多錢啦，但係佢呢個成果可唔可以都同阿李生創造咁多財富相比美呢？